今日陰雨綿綿啊，咁天氣涼咗咧，又想食翻啲暖嘢啊，咁梗係食牛雜煲啊！嗱，呢間以前我係嚟過啊，因為好食咧，再嚟多次啦，過嚟試下。跟住嚟到黃州呢間牛雜店咧，依家呢個套餐依然係咁抵，2樽可樂啦，然後1包麵，咁大煲嘢。即係你可以翻到嚟睇到，其實佢依家又多咗好多新菜嘅，因為我睇佢之前個裝修門口係冇咁多嘢，依家多咗好多嘢。咁大煙，事不宜遲，先試下先，試下啲牛腸啦。嗱，佢同其他嘅牛雜店係唔同嘅，佢呢邊就唔係用預製菜，老闆係每日新鮮喺市場嗰度咧係買翻嚟去煲啊，芬香撲鼻。試下啲湯，我好中意飲牛雜湯，我覺得聞落去咧，嗰種感覺就係好唔一樣。今日天氣又涼涼地，唔鹹，即係飲落去佢係嗰種微淡嘅感覺咧，俾牛雜嗰種香味帶出嚟嗰種濃郁感，非常之正。依家呢個團購優惠套餐幾廿蚊，價格優惠，環境舒適，可以過嚟試下。